工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家好，我是头家，我是秘书，我是金蕉，我是芒啊，我是周国生，我是电推小姐，我是阿朱怡，我是弹珠人。我是文呢。我哪会感觉你讲的拢共款？那有，那无你讲一遍，我是， DJ TK， 你看拢共款。那无你拄则电推小姐过一摆。我是电推小姐，你个好意思讲我？你个你毋是共款？我看我是紧开场才本人来啦。我嘛是安尼想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也个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观众朋友啊，咱今仔日邀请到真侪来宾哦，对，数上济，欢迎。欢迎头家，欢迎秘书，欢迎金蕉，欢迎芒啊，欢迎文啊，欢迎赵挂生，欢迎电推小姐，欢迎阿朱怡，欢迎单主任，欢迎 DJ TK。伤济人啊！哎呦，听众朋友啊，讲生笑的啦。对啦，讲到这吼，应该真侪人拢知影今仔日的来宾是谁啊？其实因伫听的阵标题都拢有写啦。你莫吵啦，咱正式来欢迎今仔日的来宾。欢迎友人。虽然啊，台语台的观众，等下，搁一个，虽然台语台的观众拢知影你，但是无的确空中的朋友无熟悉。你莫紧张啦，友人袂甲你定啊，你搁一个。但是无的确空中的朋友，你会使学阮英前腔哦，朋友。朋友，但是啊，无的确国目。你要说我是故意。好，我来讲，但是无的确空中的听众朋友无熟悉啦。嘿啊，所以咱请友人来简单小解家己敢好。欢迎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友人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我嘛是主持人，我嘛是歌手。旧年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作家。作家。嘿，嗨，就安尼介绍了。嘿，介绍了啊。哦，安尼，咱就来开讲啊哦。好啊，好啊。想要问友人讲，请问讲最近你是咧无用啥物咧？最近拢咧拍新的剧场的戏。等下哦，你看你就开始摇啊。我开始有，但是我头无动啊。乱讲，你可能迄个伊啊会，伊啊，就有糖啊开始摇来摇去。伊啊有糖。哦，继续哦。继续啊。哦，阮这拢会加落啊，阮这拢会加落。最近就是咧无用迄新的剧场的戏，新的剧场的戏3月还有5月的时阵，9月嘛有一出新的戏。哦，但是我看你新的戏伫出，但是我看你的影片嘛拢有伫拍呢。系啊，最近新的啊，阿嬷，哦真侪人看到拢讲伫遐咧哭呢。系啊，可能足侪人的阿嬷拢共款，拢会偷偷咧趁钱互孙。对，真的下骹毋是有人老话讲，阮阿嬷拢是趁我咧坐车的时阵讲，恁开头门甲我讲再见，然后一个系啊，我阿嬷嘛是安尼呢。真的哦。大概阮爸爸咧开车要开走的时阵，头毛安尼摇落来，阿嬷摇落来，恁即摆还有迄摇落来。有诶，我有以早经历迄个时代。系啊，大家拢知影咱几岁。真正即马少年人可能毋知影。我电视看到的，我你莫假，佮你假少年哦。系啊，以前阮迄车窗拢爱用摇的啊。对，用假的，嘿啊咱拢讲用假的。用假的。对，啊，个啥？啊，佫有拍新的片。拍新的片，嘿，对所以就是主要就是拍片甲剧场。对，即两项。哦。对，已经就无用啊。哦，啊，你敢知影讲你今日来遮访谈嘛？是网友有写批讲要问你问题，啊，真嘿啊诶假？嘿啊，真的啊？有啥物问题？有啥？好，大概听到这种代志，紧张诶。袂啦，免紧张。真简单，真简单，就是想要请问友人啊，伫咧逐工一句这个节目内面，你扮演袂少角色，请问你家己上爱是倒一个啊？为虾米？我上爱的应该是电推小姐。电推小姐，哦你讲就是迄个人形看板去互对。去互招去啊，无倒来他拄仔来的时阵，佫有看到医生。对，医生。
听众朋友啊，恁若是有机会来阮台，啊，即马疫情无来啦，嗯啊，若是以后疫情较好开放参观的时阵，阮门口有放一个医生啦吼嘿，对，等下会叫有人签名啊，拜托咧，毋通甲阮抢去哦。因为电视小姐逐摆咧演的时阵，我拢会去设计足侪 pose，嘿，嘿，所以我感觉讲电视小姐较逐摆咧演的时阵，就感觉足好耍的。哦，姿势真济，姿势100，嘿啊，足侪姿势这样伫遐黑白伫遐比来比去。还是讲穿裙穿短短安尼，会使甲你的身材安尼垫出来，嘛是会使，嘛是感觉家己足水的。真诶水哦，窈窕美咧。啊，还有阿朱怡啦，阿朱怡我家己阿嘛做水甲亚苏就够水的。哦，真诶，就是甲阮阿嬷就成诶。阿嬷，迄个时阵咧演迄个角色的时阵，就是一直拢会想着我阿嬷。哦，所以就是以阿嬷来做模范，啊，然后去想讲迄个要安怎表演安尼。对，对啊，请问你扮演遮尔侪角色，你是安怎去，就是找资料，还是讲你家己想的，还是当时是有看影对片？迄个时阵就是咧写卡本的时阵，甲老师因讨论嘛，对拢会甲阮诶企划因客讨论，嗯看要用啥物主题甲角色。阮会为迄主题，比如讲迄一个主题是要讲学校的代志，对，阮就会设计一个角色，就是玩啊，玩啊嘿对，也是单主人，对，就是会为迄主题来想迄个角色要创搬啥，啥物？哦，了解。啊，第三条嘛，拄好有相关哦。就是讲，若是网友讲你以后若是想要搁做像即款的节目，会当互你家己决定新的角色啊。你敢会想要特别搁创作一个啥物无共款的人物？我想要创作一寡毋是人的角色，毋是啦，亲像金蕉就是一种，对，还是刀啊嘛会使，倒啊嘛会使。还是椅啊嘛会使，像进前秀娥啊，嘿秀娥是你算是较侪人知影的，迄当阵规个穿起来，像补习班老师甲秀娥，补习班老师甲秀娥，我感觉即两个嘛足趣味的。嘛是会使，对啊，嘿啊，会使创一个补习班老师对补习班老师。 ，Brenda，安尼会甲迄小爱拍到底。会拍着呢，网友啊，你若毋知影小爱是啥，人家家己去 Google 嘛会使一下哦。去YouTube 搜寻一个，小爱，伊嘛有补习班的。对。其他的角色，嘿啊，我想要演一寡毋是人的，毋是人的，嗯，但是毋是人的哦，就无就较无的是狗仔是猫迄种，因为因就袂讲话。嘿，但是会使做的代志会较济啊，哦，会当表演的空间会较大。嘿啊，好，安尼过来就是想要问讲啊，有网友写批来讲是为逐工一句开始熟悉你的，啊，对着你诚活跳的表演，学着真济字词，抑佫有俗语啊，真多谢你。请问即个节目对你敢有产生啥物款的帮助？比如讲会晓看，后壁是歌，歌好是咧。哦，听众朋友啊，阮真诶无说，你看，嘿啊，拢无说呢，阮无说，甲啥物都甲念出来。有啥物帮助？我感觉就是，会使开始会晓看迄台文，台文字，台文字，还佫有罗马字。对因为一开始咧主持的时阵，其实我拢看无，对，嘛毋知影讲哦，原来有遮个字会当安尼看，哦，会使安尼熟悉，真正是，主持到后尾就愈来愈习惯了。哦，即摆若是有一寡活动爱用台语，也是爱讲台语的时阵，我看到迄卡本啊，毋是台文的，你个会卡掉咧，对嘿，无？我关系嘿，会袂关系呢。所以即个你看我甲我的问题用台文拍，你是毋是就做顺呢，看起来就做顺呢。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像发音嘛，迄当阵顾问敢有甲你调整，哦，足侪，足多诶，因为咧录的时阵，现场嘛有国文老师，对啊，若是有任何一个字你念毋着，老师都爱先卡。比如讲有一寡字你爱合喙，嘿袂记，还是变调，我感觉变调上变困调上困难，难。真诶真诶有，时阵一句话足长足长诶，啊，你念的时阵，你的变调一定会走走不去去。对老师就会讲袂使，这变调毋是安尼，你就要一直调安尼整。恁差不多一集拍偌久？一集无，差不多啊1点钟到。一集爱1点钟，但是我会记得迄差不多当阵是一工拍足侪集的吼。差不多
6集，所以安尼毋就一工8点钟就去啊？系啊。哇，无简单。到下晡的时阵，拢爱先啉一寡。不，系啊，提神饮料。这集可要比到底啊！我袂使拍广告。其实听众朋友，咱今日现场有一个特别来宾，就是迄当阵要甲伊 Q 出来，偷甲伊 Q 出来，就是阮迄当阵打工一句的气话，计话，气话，说气话的那一种。你们还没乱我，那是气话。对，伊今日就是看阮友人，哪像倒来后头厝共款，系啊，真对啊！伊嘛无看过咱咧录音，所以想讲来听一下。但是阮白边足紧张诶，阮平常莫讲出来，阮平常是无开放参观的。这是第一届哦。对，第一届开放参观。想讲无要紧啊，拢家己诶。系啊。像讲，就是因为我看你即马新诶片，像最近阿嬷迄支啊，但是阿嬷之前就几啊支拢有啊，就是你即马拢有甲台华字幕拢放入去。哦，系啊，有可能台。像讲这台湾的字幕嘛是你家己处理诶，敢是？还有迄个时阵，逐工一句咧主持诶时阵，我诶导演就是台南妹啊。台南妹啊，就是我即马咧拍《招妹阿嬷》迄个系列诶时阵，拢会我甲卡本写了，我家己会先调整一下，看过一届了后，我嘛会互台南妹啊看一下。哦，所以就是恁诶台文卡本，恁拢会做伙讨论。对，就是到即马，阮拢会做伙合作。我看伊顶工有一个活动，恁两个哪像见面吼？对，迄歹势少年的时阵，对，他们的那个演唱会，嘿对，你看我今天有咧看你的行动哦。今天你足恐怖的，你拢有咧看试映会有拄着台南妹啊？对，恁两个有翕相，我拢有看。耶！你上班拢咧，上班拢咧看手机啊。用发现动嘛是我的工课之一咯。好啦，别讲哦。好啦，加看者。继续啊，你毋是？你怎是第5条？你莫紧张。所以这条是我问哦。哦，是我问哦。无要紧，毋是你的，是我你紧张啦。那呢，就是咱拄则讲这个关于节目的代志啊。因为其实咱节目放送的时阵已经是过年后啊。想要问友人讲，你敢有啥物过年了后的新年新希望？就是希望讲大家新的一年拢会使身体健康，因为疫情到即马拢嘛是足严重。对啊，对啊，疫情敢有去影响到恁剧场的一寡，就是排演啊，排演，表演。排练应该是无影响吧？目前无，但是旧年的时阵影响足大诶。因为一寡公演拢取消对吧？对，取消拢延到今年，延到今年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拢会使身体健康啦。若无医生就要出动啊！嘿啊，平安上重要，好啊趁钱。好啊趁钱。好年，互你趁钱。对，互你趁钱。讲到互你趁钱，大家爱去看迄友人的行动。伊即摆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分享。来，你甲你讲啦，我甲你讲。我讲出来，那我做先。我逐摆新年的时阵拢会写迄春联。对，春联。最近就是有互迄粉丝啊个观众会使抽我的春联抽奖。对。但是今仔日已经结束啊。录音的时阵已经结束啊，听众朋友，恁即摆过年了，听到啥物都无，无要紧，恁听到上尾啊，而且看阮的文章，阮的补物件送你。对。昨迄客户有送礼物来互大家。啥物礼物？甲你有关系礼物，打工即句的礼物哦。是啥物？是啥物？等下才互你看啦。咱即摆袂使伫迄录音内底甲听众朋友讲，安尼就无人去看咱的。先讲出来。咱到时阵无人看咱的文章。但是新的一年大家嘛是会使来看戏。对，看戏。你会使先说，所以你的愿望就安尼哦。系啊。所以你身体健康上重要啊。剧场迄拢免。你嘛爱大趁钱啊！你讲一下你的剧场啊。对。小介绍者。头前有讲就是3月的时阵有单身猪队友。单身猪队友。进前有演过
今年即个是第2集啊。第2集，我若无看第1集，我去看，敢看有？看有，绝对看有。看有。迄剧情拢有讲到第1集的代志。但是若是上好是会当，就是2集做伙看。会使做伙看，希望到时阵会使有迄种连演。就是一场下午下晡会演第1集，暗时演第2集。伤忝无？嘛是会忝，但是今年刚好第2集，大概会使看一个。还有另外一个音乐剧，就是音乐剧。当金莲成熟时。当金莲，就是咧讲潘金莲的故事。潘金莲嘛是喜剧，大家会使来看。嘛是笑亏就对啊。嘿啊。已经开始买票啊。嘿，2出戏拢开始咧买票啊。要去倒买票？会使去迄 OpenTix。系啊。你会使来？无法度翻。会使来我的专业，我拢会分享，好不好？大家莫烦恼。大家有听到白边甲黑边断机叮。到时阵阮会甲迄卖票的资讯，买阮袂囥起哩，阮敢会囥友人的资讯，对，去友人遐看。安尼，过来就是咱节目播出的时阵的后一个礼拜是情人节，请问友人你敢有啥物一寡鼓励，想要甲咱空中好朋友，还是讲互因一寡祝福？因为我拄好进前咧出迄我的新册的时阵，问无？毋知愈来愈稀微的感觉。无电吼？嗨，对，听众朋友啊，阮拄则无电啊，听众朋友，所以即摆拄一个足奇怪的所在来切一下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友人就是因为咱节目播出的迄个后礼拜啊是情人节，请问你敢有就是敢会使就是请你互就是咱空中的好朋友一寡祝福，还是一寡啥物好话？进前我伫我的册内底有讲到我甲我的男朋友。你的册叫啥物名？我娘。阿娘。即摆敢佫买着？买着。就是咧册内底，我有讲到我的男朋友旧年，我知，阮拄好10年啊。所以迄当阵2013年对，你来参加阮公司上来暗顿的时阵，谁来晚餐？晚餐边，你甲你叫，你有听到无？晚餐边，餐边。迄当阵恁若像迄当阵已经7年啊，对。嘿，应该。迄当阵应该差不多6年。6-7年所以甲就是旧年10年安尼。嘿啊，足紧呢。真诶。就是10年前我才8岁。你即摆是咧甲我讲正笑？无咱继续，咱拄则啥物都无听到。好，过来。就是有咧册内底，就是有好好甲伊感谢。有甲伊感谢是。但是新的一年，我感觉讲，毋管你的身边有迄个人，还是即马无迄个人，我感觉讲，大家会使好好过生活。就是无论是一个人，还是2个人，一个人，一个伙，大家拢爱好好过生活。对，最重要诶。其实即摆真诶啦，疫情安尼，就是咱看真侪网络面顶有真侪朋友分享讲，因爸爸妈妈才好好咧甲伊讲话，结果去用话着，就是肺炎，结果过2工，差不多24小时都无去啊。而且恁敢知影讲，即摆就是因为疫情过身诶人。就是你若是阳性的反应若佫有，其实恁是袂使去甲伊送的，就是病院会直接处理，迄殡仪馆的人会直接就是来甲伊再造。惊就是惊去用话着，所以其实足痛苦的啦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大家真诶就是爱好好就是珍惜身边的人，珍惜身躯边的人，而且就是讲就是爱挂喙炎食洗手，防疫遮拢爱做好啦。我知你伫册有写着，而且你嘛佫有铺一篇文章对无？嘿啊，特别发，但是伊即摆是无公开的。对。所以大家知影伊的小名叫做鸟气，鸟气，但是还未公开。恁因为准年同婚通过啊，恁敢有考虑要有咧想呢？但是登记了。口座去称出来，就会去互因兜的人知影。因兜的人即摆敢知影？拢知影。所以人无问题啊啦。所以进前无公开。晚餐的时阵无公开。嘿对。尾当时才甲因兜的人讲。
我会记得是奇怪，咱今仔日出名人请主题完全变啊！晚餐的时阵是无甲大家公开，嘿。但是其实也因晚餐人拢知啊。晚餐的时阵，阮昨个特别去复习。嗯晚餐的写讲，迄当阵你其实有一个男朋友，嗯，伊是写讲化名小杰吧？系啊系啊系啊。啊，讲伊迄当阵讲，因为小杰就是无法度，就是出面，对。因为因兜的人拢毋知影。迄当阵是安尼写吧？对吧？啊，你写错，你有来无？上班的，你上班的，你较认真的啊！无我会记得伊是讲，可能迄小杰无啥想要，互家己的面伫但是镜头伊厝里的人，因厝里的人拢拢知影迄个时阵应该拢知啊。哦，记毋着啊啦所以。是我无认真。拜托，我做认真的无，我拢认真的看诶，友人的handle。就看卖今年敢有机会使结婚一个。哦，因为咱台湾就是第一对下国，下国的就是同婚，因真正来上阮的节目，毋是阮的 podcast， 因为外国人袂晓讲台语啦。但是阮真正阮台语台就是面册直播的时阵，迄当中邀请因来，对无吼？邀请因来，所以阮嘛算讲与有荣焉。台语要讲，真的有参与感。互你过。对，所以讲阮嘛真希望讲，就是大家拢会当找着家己的迄幸福啦。是啦，因为我真诶，我身躯边就是有迄朋友，因就是因为伊早无公开，而且嘛无迄叫啥伴侣注记。哦，对。所以迄当阵就是因兜的人知影讲伊甲伊查甫囡仔，就甲伊断绝关系啊。迄当阵伫病院要签迄同意书。真正是无人甲伊签名。系啊。尾也是找一个足远的亲情。来甲伊签名。三金无的妹妹因想的查某囝，因为较少年，就是迄我大家少年人的想法较开放，才来甲伊签名。若无真正是无人甲伊签名呢。因男朋友敢若伫边仔一直哭啊，无法度啊。无法度啊，伊嘛毋是亲人啊，是啥？对啊，而且我感觉就是一寡较现实的问题啦，譬如讲，进前网友嘛有写讲伊男朋友离开，啊无有一个是女朋友，因女朋友离开，结果因厝里人雄雄走出来要甲伊偷财产，你敢有听到这？无。但是迄间厝是因来做伙买，内底的物件拢是因家己付钱哦。但是尾啊，因为因两迄当阵无关系，因为因两个无关系啊，无迄个法律的，对，无迄个法律的保障，所以尾啊就是因亲人来甲伊讨，还是怎，伊真正拢无法度。落尾好你家在是有迄立钱的证明，听众朋友啊，听啊真知无？立钱的时阵，档啊证明爱留落来哦。对尾就是法律的关系去判啊，但是嘛是财产嘛是爱分一半出去。对，所以其实同婚通过对其他即个族群的朋友来讲，其实是一种好的保障啦。嘿啦，嘛希望讲。这就重要诶。对，嘛希望讲会当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好，动作爱较紧咧。等你的好消息，偷放掉我讲讲。我派个 K 位参加，K 位想讲夭寿我这，那会轮到我。啊，嘛拄啊好，我的册，后来会拍成电视剧。哦，我娘要去做电视剧，已经公开啊。已经公开啊。导演是。啊，即摆阁袂使讲，这部分还未公开。你看，但是即摆我问到重点嘛，保持迄神秘啦。毋是啊，咱问问题就是爱问到重点哦，大家上想要知影。对。结果导演是友人，是本人，家己都有去。所以到时阵你敢会本人敢会落去演？我毋知呢，因为即摆阁咧写迄个剧本，搁咧写剧本，搁咧筹备。对，所以就是角色，所以角色嘛拢还袂确定。即马袂确定。哈，我嘛袂哈啥哩？第一时间会甲大家讲啊。哦，所以到时阵会发新闻稿。对。然后 FB 嘛会甲大家讲。哦，安尼好，真好，大家来去追踪友人。IG 的行动嘛，足趣味的，伊拢会分享。像你看，恁无看行动，就无抽到出来。昨我行动嗰咧骂坐阮顶头的人，我知，
拍卡邦的时阵，听众朋友啊，咱即摆选倒一个来，尤其你选倒一个。哎，来讲一个哦，恁坐迄坐稳的时阵吼，恁的迄卡棒啊，一定爱排伫头前，好无？对，若无就是你安尼，咱就是A A 定定的时阵会去弄着别人。因为你逐摆你做工课了后，你做忝的，啊，你坐坐稳的时阵，你徛伫遐，啊边仔的人拢做多，啊你卡棒遐大粒大圈，就一直甲边仔的人一直弄着。对，我昨就是一直互边仔迄个人的卡棒一直弄着，我就是袂爽的。但是你你也袂使改安怎啊？我就是系啊，但明仔载就会变知名网红，我敢会使发做捷现动，运态度不佳。压力真大的。啊，叫你甲伊弄掉，伊讲啊，你是友人，我是你的迷种，你其实甲我翕相，啊，你敢原谅伊？我会甲你讲，你卡棒先排头前。你会先甲伊教育一下，这个甲伊翕相，对，上尾先甲伊会教育啦。对对对。哦对，即马拄好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讲，就是像尤其你即马变红了后，你敢有感觉你的生活有啥物改变？我感觉一开始做网络的时阵，较明显，即马较习惯啦。即马较习惯啊。就是有一寡观众因可能拢会用手机啊看到我的时阵，就会伫遐翕相。哦。但是我进前都有甲我的观众朋友甲因讲，你若看到我的时阵，会使直接叫我的名，甲你拍要安尼偷偷来直接就是拍就好。所以无论你是啥物状态，你拢会使。我拢会使啊，都亲像拄着朋友的感觉。无口水手。但是无口水手嘛无差，我即摆嘛无口水手。真自然啊。倒粪水的时阵，牵拖，然后赶两骹粪水，有可能咧无闲的时阵都无方便。进前咧拍片的时阵嘛有拄着啊，人拍片的时阵，伫路边拍片的时阵，是都拄着迄民众经过，伊就看到讲，像哦，像啊。但是迄时阵就是我迄个时阵拄咧拍片，我嘛袂使甲伊讲，歹势，即马无方便，我就请迄工作人员。拢是一镜到底。嘿，对，我就请迄工作人员。我甲你讲，我你看，一镜到底啦。一镜到底，台语要安怎讲啊？一粒镜头拍翕到底，拍到底。对，应该就是安尼啦。因为有较长，因为你讲一镜到底，大家听无，因为镜就是镜，伊可以想讲你翕照镜。哦，对。对，所以就是爱讲一粒镜头，爱直接就是甲伊反馈安尼。哦。对，因为阮之前讲较白话安尼啦。对，阮之前访问一寡来宾，就是伊就讲，若开始甲人拍招呼都爽，因为人知影伊表示讲伊的影片就较有知名度。尾啊一工24小时，也是讲一工拢伫拍招呼，也是讲伊甲因厝里人出去食饭去用头翕，会对啊。恁男朋友无想要公开啊，结果恁两个若做伙去用头翕。头一年的时阵，头一年咧做网络的时阵，阮男朋友都互迄记者翕着。我麦克风一直。这爱低调。迄客话啊，迄以后闹靠伊钱者。就是头一年咧拍迄网络的时阵，迄个时阵都有记者翕着我男朋友。对。啊，就要安怎处理？就是拄啊好，迄个记者有一个记者朋友，伊都有甲我讲，阮有甲你翕着，阮一个记者朋友有甲你翕着安尼。是。我就甲伊讲，我感觉无要紧，但是莫互我的男朋友，就是互人看到伊的面。就是讲你看查甫的无要紧，但是就是伊的面莫公开。对。所以你当初是，所以恁兜的人足早知影你。都早差不多2012年吧。10年前的时阵。我搁8岁的时阵。大家都8岁。我就是无想要结束这个话题。就是迄时阵伫剧场有做一出戏，就是有请阮爸爸妈妈来看，就是迄时来我听的时阵有讲。网友啊，听众朋友啊，即马谁来晚餐？伫公司抑阁有，你去网络面顶拍卖，咱伫 YouTube 看到友人的即集无？我有胶原蛋白的时阵。我今日安尼甲遮济人拍广告，我要来甲因收钱。真的。好，今仔日真正是足欢喜邀请到友人来甲阮开讲，安尼可能后一届来就是我娘的时阵啊，我娘要宣传的时阵啊。
对啊，many，妈尼，到时阵宣传啊，我来期待啊，看你要做啥物礼物来。明年我哪个伫咧？爱继续，有啦，希望啦，希望啦。哇，今仔日实在真感谢啦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等下咱袂记你家己讲后边。说一下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做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，耶！努力。我若这部收听无好，无咧看，就去用旁听吧。这个来收带，我肯定 NG，肯定 NG，该袂叫会。哦，哎呀，几件啊，收过啊，出名人，请做问，来就问，来请问，来请问。Sorry， 大家拢要叫问。来请问，来个几盖哦？你为什么最后一句要这么大力啊？我要欢喜啊！个几盖，各位，我们最后再来一次哦。